還在放心好人護照嗎？看門都關上吧。壞人用那些卑鄙方法，能直接通行全世界吧。無謂像我當年那麼誇，黑心人全不怕，用我的愛將敵人淨化，搶盡小人國吧。誰不知對付過的惡人有壞人，太多暗淡成分，善良沒有用才學我親打過小人，還是自身迷混陣，怕犧牲去對視力廢人，有見賤人，沿路講過極品，若然沒氣力原來拆招，沒人憐憫，何地有高人來教我做人？其實自細想遊歷世界，盼極速長更大，奈何踏進這卡通境界，同懷疑做人破壞。拿着毒石只能去街街，景點何其醜怪，被碰到那位遠赴絕愛，人類社交全面挫敗。誰不知對付過那惡人有壞人，太多暗藏成分，善良沒有用才學過親打過小人，還是自身迷混陣，怕犧牲去掉視力廢人，有見賤人，沿路講過極品，就如糊塗嘅原來人都必有地震，何地有高人來教我做人？信心能為疑問，但迎接面若前面轉彎，總有好人會將我手拖。